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大家就是阿群妹亲口是嘉宾啊，当然都是一比嘉宾。不过大家印象当中呀，嘉宾的产地应该都是伫国外，比如讲像係非洲啊，也係講可能都有印尼啊，也都蔬菜。不過大家啲冇，台灣沒有出產嘉賓頭，我可能有人講哦，有啊，外地啊，嘅雲林嗰邊沒有出產嘉賓頭啊。不過根本嘅，也愛同大家來小介下嘉賓頭嘅產地啊，咩係嗌第一排地嘅很多關係，唔啲嘅關係馬武都也就蔬菜，竟然有出產嘉賓頭，故所啊，根本嘅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啊，由於咧馬武都的嘉賓節、咖啡節，愛同大家來分享。細細格格先來邀請根本嘅節目地度邀請到嘅來賓就係馬武都咖啡生產合作社嘅社長宋明剛社長，歡迎。阿群妹，全國朋友大家好，我係新竹兩位來嘅毛埔島咖啡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宋明剛，今日當歡喜來到兩位啦，阿群來介紹呢咖啡。歡迎社長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接下來啊，地度還有呀同到沙爺，那基本嘢我來小嘅嘢後生嘅沙爺叫到吳思康，歡迎思康，歡迎。嗨，主持人大家好，我係吳思康，我係馬武島咖啡合作社嘅成員啊，歡迎大家來關心咖啡節。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剛剛我們大家都很卡詞，卡在哪裡？卡在馬武都三個字。呀，馬武都，我們有問呀沙總，搶高沙總吼，呀馬武都啥物事？唔係直接就圖馬武都，唔係按用圖，唔圖嘅同藝圖都感覺冇乜嘅共用哦。毛埔島吼，你喺毛埔島，係毛埔島，你喺泰雅語啊吼，原住民來發叫嗰種木肚，原來呢啲蔬菜吼，毛埔島呢位吼，其實台灣親有名是嗰種，就人騎車路跑咧的，就羅馬公路，羅馬公路是羅浮到馬武都。你那個羅馬公路，那片新竹那片是那毛埔島，佢係原住民吼，那木肚的意思啊。原住民嘅發展過來嘅，故所講下發東南土啦，但大概嘅用幾位嘅人就講毛埔島，按用講就錯咧。故所今日愛同大家來小嘅呀，毛埔島嘅咖啡節，嗌咩忙地哦，忙實糖果呀啲關係呀，就蔬菜竟然有種咖啡頭，故所一擺嘅咖啡節係辦到天二節嘅，錯冇？係啊，天二節嘅咖啡節。係天二節嘅咖啡節係乜嘅時節？歡迎大家來去聊一下。是禮拜日3月19號，歡迎大家來了羅馬公路了，韓都毛埔島那片，吼，天都了關係那片，金山里了位，都了位辦咖啡節，歡迎大家咁下來，因為就像青島。像有國外嘅人家新出名嘅信仰啦，對嘛？全部來人家會拜佢哋家鄉嘅咖啡俾大家啉。故所就到呀禮拜日咯，3月19號係幾日嚟嘅發通？地度有乜嘅發通同大家來小可分享一下。就像人家附近嘅農民吼，人講下來，人家會賣家佢做嘅東西，像家講嘅新出名，佢要帶家鄉嘅咖啡來入去，像如印尼啊、泰國啦，呢啲冇空過嘅地方，佢要帶家鄉嘅咖啡，同大家分享。人家邊咩就，人家會自家種嘅咖啡，大家都分享大家來食，人家咖啡。之前本大家食啦。好。除咗呀，以外係唔係咩要同咖啡有相關嘅？比如講體驗啊，又係講做得去看看啊，去行聊聊又到討論。有啊，像喺毛埔島咧，就神奇，喺北埔吼，去北埔較大咖啡嘅生產嘅區域吼，所以來了位，聽介紹像作當了。咖啡頭，呀，全部就係毛埔島嘅咖啡種出來嘅。都樹當摘出來嘅咖啡，像喺紅色嚟，係果子，奇嘅果子。按做說，通常兩位吼做嘅咖啡是有上3種，像兩紅色嚟是用一條曬到糟，所以然後講日曬。槍曬早天天，這個處理法咖啡頭摘下來過後，要處理，這樣做得變做咖啡嘛。這個處理法第一咧就是一條曬。一條曬咧是一條曬忒困難，不過
咩青农人而是两种父母。哦。像你天一种是用日头嘅，咩用日头晒佢，我皮薄睇当日头晒吼，佢蜜处理。呀，就蜜处理，看起来拔发。还有现在个发当位是因为咖啡係甜的。哦。古时候佢晒好以后就会按用拔。嘿。那我一个共用咩係磨皮嘅，唔過佢就看起來動槍。動槍呢，也是用水洗過來，水洗法。水洗法。古時候也應該係三態，有啲嘅識咖啡嘅人都有看過嘅3種嘅咖啡嘅處理方法，包含什麼日曬、蜜處理跟水洗呀3種。呀啲馬武都呀片，都呀下都看得到，都識得到哦。都做得啊，因為你都有做2種、3種不同方法。唔過你看像咖啡，佢係一種測溫嘛，古時候佢有當多種品種，全世界賣嘅咖啡咩有當多種品種，我就當上一啲啊，也按合適啲台灣北部馬武都亞片的種嘅品種係哪一隻品種？台灣全世界做精品咖啡大部分都係阿拉比卡系列2種品種下輩嘅青島西嘅品種，像你毛葡萄牙嘅種嘅頭擺種下度鐵比卡，鐵比卡也是阿拉比卡嘛？阿拉比卡底下嘅紫皮系鐵比卡，佢你係種喺度青島，不過你差唔多3-4年你差唔多專做講，如果你係有新種咩都肯亞咯，咁咪就係SL34。它也是阿拉比卡底下的嘛？係啊，咩黑？係啊，就做坡旁嘅坡旁。你記住，坡旁你們叫它坡旁嘅好有趣！呀，唔係啲客家種咖啡豆，呀唔可以用英文嚟講因為思康有個爸爸咩係種咖啡豆，係爸爸咩種咖啡。嗰時候你阿爸爸正經就講坡旁嘅，係爸爸種鐵比卡哈豆。鐵比卡哈豆，唔講。你有種一啲 SL34。就是坡旁毛胸茸。毛胸茸當我一種。都係平時都親近啦，跟 DNA 都親近。很接近大品種底下的小品種分支，好有趣哦！因為頭擺正經忙時談過有客家人種動大量嘅咖啡豆，嗰時候咖啡一出老都係國外嘅東西，咩冇。講咖啡豆嘅名嘅全部就可能會講英文，也係講他翻譯的翻譯嘅名嘅。係講這個老佢翻咗客家話有冇人聽嘅事，唔過人家都講出一個坡旁嘅，我就覺得坡旁品種我有聽過啊。唔講翻咗客家話就覺得好親切的感覺。係啊。對，故說啲啊關係啊的素材，馬武都啊的素材，做得種阿拉比卡品系嘅咖啡豆，大家可能真經忙實實講，嗌咩忙實實講，唔過一下啊。年頭前有一筆，好開心哦！小記一下，啲啊關係馬武都亞隻素材種出來嘅按用嘅咖啡，大概會有乜嘅風味？呢片咧種出來咖啡佢唔會做出來唔會按酸，不過有香味，食起來睇起嚟有啲酸，不過佢會轉甜。對，係。有呢，而且不會苦。挨下後就好食下，種淺焙嘅咖啡，就唔是配到按辣，唔是配到按豆按蔥嘅感覺。挨就好食有帶一絲絲嘅酸味，因為有酸味，佢就會帶出甜味，就會食到佢係果子嘅香味。香味，佢會香味走出來。你像人家北部就到青島會有個梅嘅香味。尤其佢一開始可能小小嘅時間食起來係另外一種味思，唔過等佢變下人哋話，我有其他嘅味思會做出來嘅，所以就係咖啡很神奇的地方，而且對凍順後就有凍多種味思。嗰時候像按用嘅咖啡，即使它是共種品種，種到冇共用嘅素材，可能家嘅食出來嘅風味咪冇共用嘛，對不對？我有你們倆老唔種嘅地方，然後你嘅處理嘅方法都有關係。都有關係。那係唔係同太像試看同太搞嘅分享好嘅？亞布卡有啲嘅種咖啡，你知道種乜嘅馬武都要的素材，關係要的素材，會合適來種咖啡豆呢？它有什麼條件？會合適種咖啡豆。對。我知道亞布卡種咖啡豆咩係因緣際會，因為我爸爸係1805年。差不多19年前，沒有5年前，8、9年前，是退休嘛，本來爸爸同我共榮種喺台北，
哦，啊是转去关西带。哦，嘿啊，转去关西带啊，头摆梯是迄种干木啊，种菜啊，种其他嘅东西。啊，我爸爸是好食茶，啊咪好我后上配好食咖啡嘛。啊，爸爸嗰陣時是拄好朋友有啲關係種咖啡，所以100本佢100條咖啡樹，100條嘅種到奶啊！係種，哎呀，我爸爸是轉去關係啊，是想咩天啲街位呢，啊咩唔啲種嘛街，我是來去看啊，是來種咖啡，啊是樣種了5年6年，啊。一開始100條，啊朋友又本佢60條。哇，個100條按到，然後就天天嚟種。哎，天天種，啊是用這個方式來種。啊，你買個沒懂感謝送理事長了位啦，是184年那時也是成立馬武都咖啡合作社嘛，是搞農民用行啊進步嘅方法，它科學嘅方法來種咖啡豆。原來係安尼。古時唔看哦，因可能對馬武都嘅咖啡和當相分，啊唔過冇相關。等下再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啲關係啊，馬武都這邊竟然沒有種咖啡豆，韓國有出產咖啡，也真嘅係頭擺完全都唔知。故所也擺咩係天意節來辦呀，馬武都嘅咖啡節，我同大家來分享，請大家做到2禮拜日吼，做得到呀關係啊個素材，做得來參加呀馬武都嘅咖啡節咯。家下有講到吼，小可嘅小結一下呀，啲都咖啡嘅一條相關嘅一條知識啊，韓國內容本大家，啊唔過大家來到也就會當上嚟了解上來呀啲嘅咖啡係用辦來生產嘅，故所也咪係啲呀發通地度嘅一項，對不對？包含有呀莊園導覽啊，還有這個配咖啡豆嘅體驗也得哦，係唔係請思康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比如講像係也得體驗做得體驗到乜嘅？做得啦，阿強妹嘛，嘿，那我們呢禮拜發通是一隻係咖啡園的導覽，另外一隻係咖啡配豆嘅部分，咁我先介紹配豆嘅部分好。咁阿強妹頭前介紹是係呢個頭旺嘅烘豆。哦，這是做得本大家去家去體驗，就是一人一些 vlog， 這算 vlog 嗎？vlog。但是第2隻是用陶土嘅方式做出來哦，所以它一次的量大概就是20克左右。哦，真的是很體驗哦，20克只2杯而已。對，所以呢禮拜關係咖啡節是有報名嘅人是做嚟參加咖啡配豆嘅體驗。哦，就去家把處理好的咖啡豆放落地度，就到入邊會有人教用嘅配。錯，該時間我啲嘅現場。哦，就是你是不是老師好？老師好，老師會教大家用嘅配。會成該頭旺會成加熱鍋。加熱鍋以後，你會用上頭落去，用上頭落去以後，你要揉，均勻的揉。均勻的揉。對，因為本頭啲地杯都翻滾。對，翻滾。啊，因為呀咖啡豆它其實唔係規粒圓嘅，佢有一面係扁嘅，係平嘅。所以你某邊那時間一片是浮太的，嘿。啊，那一片滿熟，所以要均勻的搖，是不是還要翻鍋？對，吃到煮菜差唔多。哦，真係按呢，啊，佢用配豆嘅，我配幾久？差唔多用啲配差唔多15分鐘，12到15分鐘。啊，沒有，我跟我疊嘅酸痛貼布。我跟你講，後你是去家做得吃，你是做得泡你自家蟲，自家蟲自家咖啡。對，去家配嘅咖啡。哦，那這樣手酸可能蠻值得的。所以咧喺呢個咖啡節嘅一個活動，啊，另外一個是喺咖啡嘅導覽，咖啡園嘅導覽。
所以第马武都鸦片没有咖比嘅庄园。哦，有，是的，那个活动的会场对面。哦，这么近。对，那是一家咖啡庄园，很多蜜多咖啡庄园。嘿，所以有报名的观众朋友，是做得来参观看啊，看一杯咖啡，很有名的咖啡树，有名种，有名栽培，有名杂本，都一只咖啡鲜果。咖啡鲜果落去以后，你很有名做处理法，嘿，像有日晒、有蜜处理、有水洗，所以是体验看啊，你有名做的一杯按后式的咖啡做的生产出来。哇，古说呀，真正係本單冇上過啲台灣做安樣嘅體驗，應該係真正動手，因為種咖啡本單就動手嘅。古說也係慢慢嘅啲嘅推廣吼，所以你來參加也拜3月19號也馬武都咖啡節嘅發通啊，就做得有機會來體驗到上來咖啡係用嚟生產嘅咖啡豆，也就全部係用板來種嘅，再來體驗也就內容哦。韓國唔難搶案呢，其實我有一條發通都係因為啥種推廣的呀，這個馬武都咖啡生產合作社嘛。其實要在馬武都做一件事情，大家應該想就想唔到，因為頭擺關係呀個蔬菜完全就冇人種咖啡，連市場嘅爸爸咩因為有人送佢太多嘅咖啡嘅這個植物，佢才開始來種嘅。故所想來問一下啥種，做乜嘅一開始我想做一件事情？其實按關係吼，其實按那位很多食譜吼，替代個水奶個空巢，特別菜個鳳毛奶沙，好鳳毛奶沙都按那位菜差不多如1000個公克，你係食譜替代嘅，佢菜差唔多菜到60年咧，好似日本時代菜都厲害，係啊，像按第一附近嘅人，佢自然冇希望講繼續個俾菜康，佢。你冇希望去採礦嘅時間，前麥嘅產業做得到2位人，做得如何落實嚟嘅投入。所以講，你咩即係機會嗬？啲老人家佢講，我開始種咖啡嚟吃食，還是講80人生嘅。佢嚟請嚟講，按時行哦。佢咖啡，佢兩曬在附近咯，佢講，今年說啦，產銷量在附近，其實兩曬會食咖啡。佢自己種啊，咁還是講佢要種，佢按做的種喎，按着種喎，所以係講請大家來問，問啊，旁邊就配曬要種，不過頭擺冇了合作社嘅時間，佢種到佢咩唔對做乜嘅？對，就是可能多一點細個字自己說啦，聽聽。係啊，既然我是想講，冇去採礦，頭擺啦，特別去環保署嗰邊抗議講，冇去採礦，希望講。有較好嘅產業來到按了去做，唔過像按後生嘅人，冇可能再過去山東樓去採石頭、打炭，也冇可能嘛。好，咁按前面買人做日本後生人流到按了農村入邊嚟，好，像世界其實按到說，按喺未來要轉來，佢可能會搖死，山東冇乜嘅工作所以做嘛。對，就去台北做些做過嘅啊，有冇想到會轉來？像你按樣人嘅時間，按是來做。咖啡嘅生產合作社嘅時間，所以讓本大家來種咖啡，就講還有就像後生種世界一樣，夾巴就都了會帶，佢原來可能你今日轉來看下8日拜，台北就要大禮拜多，佢哋大禮拜轉來，甚至來看下夾咖啡，像你等於拜5安不是轉，拜日讓去上班，因為種咖啡嘅過程有後生人轉來沙期啲都很多年。因為都解決老人嘅問題，老人照顧嘅問題。但種咖啡，向下來種，向下做嘅時間，品質做比好嘅時間，佢咩就數年冇像頭擺那位全部種咖咩，種咖真辛苦，而且競爭也很大。咁就目前看到咁那位關係新竹北埔那位全部都丘陵地，佢夾嘅啲蔬菜都下起啊，起你看老人家啲喺農村啲老人家。70人歲算後生咧，哇！像我50人歲，我都農村像，你係 baby 呢？小朋友好啱嘅，聽。佢哋就可能就像細看到太好，像看到像4年咁，係啊。你看只像啲農村這樣嘅，不過你看佢喺這個種咖咩，佢冇辦法講
这个咖米有2礼拜要10枪枪，你冇办法讲有点体力讲吼，建议10咖米。对。啊，后上个咩唔攀的，迄按用嘅时间，啲山全部防退去嘛。那防退去，按山度就一来咱没落去嘅。对。系啊。所以讲，我做沙种伊用伊咧，同对大家都好的伊咧方式，按到合作社，要迄大家都平等，不是说有股东的感觉，要迄大家全部就共用，要迄唔係對啊咖啡嘅生產韓國製作，其實也同重要。也當然哦，你看哦，按台灣的咖啡豆吼，本上是比國外的較貴。因為我們很懂 sell 嘛。sell 之外吼，就是按照工錢啊，嘛係哦。不過你講按照克服呢問題來講吼，你聽你要做出好的品質。你好的品質的時間，按大部分老人家去甲做。佢做嘅時間可能記得攞做啲，比如講按皮2日爆皮，佢可能根本記得，肯定唔記得。所以講根本做嘅啦，肯定擺做嘅全部都冇碰到。品質不一樣。係啊，迄如果合作社嘅時間，做啲搞件用嚟做。哦。你像話有像嘅像農界所，還有個產業改良廠，佢就全部嚟搞嘅，用嚟做，用嚟種。好咧。特別因為前大家講下來，專業嘅課程就錯嘅，不過思考有去上課冇？有啊，去到我斷軍東感謝有兩家合作社，沒東感謝宋理事長，所以就是組織兩家關係 TQ 大家來做合作社。因為有合作社是會有社會資源，所以宋理事長該時節是像懂得愛人，懂得愛，不管係農改場還係茶改場，所以老。懂得愛農友上空，不管係田園管理也好，土質管理也好，咖啡葉的修剪，然後病蟲害，然後還有後面還有再教我們烘焙的部分，還有杯測的部分，就是都有，算是系統，已經很專業了。對對對，是有系統的方式來搞我哋咖啡嘅農民，用滿意做一杯好食的咖啡。所以對亞豆來講非常的受用，而且我覺得有一件當中有個事情，就是設備啊件事情是大家出錢搶下來有按用嘅設備，有按用嘅設備你就唔是講大件都會買，就大家一起用，對不對？是按用嘅一類方式。因為有的東西，比如講我買一台設備，我用可能我用你點鐘我做好嘅。就配套嘅，比如講配套嘅機器。你種配套喎，配套嘅機器較貴，錯嘛？配套機器較貴嘅時陣，我配用像是較按用嘅，佢自己要學，我機器不用，佢種冇關係，你種，比如講你種點鐘，數50錢是8克，你是標8克，你自己家配套嘅，你是配自己家套嘅，人家做得很我有訓練過，像佢這邊有考試級別咯。哦，係啊，佢咩考試？難怪是老師嘛。佢考試咩有級別喎？你做得自己來操作呀，配套嘅。因為你配出來套係唔係講本配上買到嘅人是講，你係會出神嚟套，唔係講，佢隨便買啦，佢會買，全部都冇空啦。因為然後農民嘅收入讓佢增加，你們信任講，人家係合作社做出來嘅東西，用較好。哇，真係係挺好嘅一個理念，為到本自家家鄉嘅環境行較好，還個希望做得老人家有人好照顧，沒有行較多嘅收入，古時候有按樣嘅地馬舞都開始來種咖啡、生產咖啡，古時候分享大家1禮拜日做得到關係到馬舞都來了哦，還個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很多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啲關係，竟然沒有咖啡色。韓國禮拜日就有嘛5度毛埔多嘅咖啡節嘅活動，歡迎大家禮拜日都做得去參加哦。今日嘅節目當中就邀請到沙總韓國沙燕來同大家來分享禮拜嘅活動。那沙總係唔係要同大家來再個小結一下，你術後拿定禮拜嘅宣傳的手板，但個就有一個動獎嘅呀，這個 logo 的設計。係啊，呢個毛埔多，毛埔個合作社呢就佢就呢個 logo 哈，其
佢哋吼做咧农民吼，有個堅強嘅個頸頭，所以個頸頭設計到尖尖，有啲樹先有啲，佢當講咧喺度隻咖啡豆，嘿，隻咖啡豆，這樣子，然後抱着一個咖啡豆，嘿，有咖啡豆，然後也喺頸頭啊，哦，這樣子，像客家人吼，他刻苦耐勞嘅精神，很好看呢。而且要不要當個的這個 logo 啊，沒有一筆太太嘅咖啡，對不對？係啊，關係種咖啡哦，一隻想法啦，要慢做到儒山嘅環境，毛埔島吼，都竹病人吼，新竹有2條河巴，頭前溪、老鳳山溪呢2條，都鳳山溪嘅源頭，鳳山溪源頭是都吊水山下來，呢條河巴咯，佢咖啡出來是條河巴。希望講，種青島咖啡嘅時間，到兩邊青島做友善種植嘅時間，對環境係友善嘅時間，青島通不了條，全部都會轉來，兩邊，像咧就寮鋪啊，咧熱嘅啊，乜嘅，還有像青島山當青島穿山甲啦、白鼻心啦，青島咧就拉伸咧通不到咧山。咖啡產地都青島咧就，我說因為種咖啡做得用輕友善嘅方式嚟做，兩邊種嘅咖啡全部都無些農藥啦，希望講種出本然適度嘅咖啡較健康，唔係講產量無過因為按度啊，唔過做咪做一個精緻嘅農業，做較好嘅東西本，如係支持那個。太家的身也健康的。要懂創業，而且其實因為種咖啡是不是更容易做得減少也有農藥？因為佢係唔是真正愛食家嘅果肉啊，對不對？它是食家嘅葉的部分。跟住，咖啡在台灣吼，咩就青島品種開。哦。你品種開，唔過你都得用友善環境用生物方式，你說生物，有個有機的植材，嚟做了就友善的行動吼。其實，比起較適當嘅，像北部比南部較好嘅地方，講，水比其他多。你像南部你也像種菜嘅冇水，北部呢片唔會冇水，尤其吼，關係呢位吼，毛埔加講應該菜坑，係冇？菜坑其實佢係濕肥濕。濕肥濕佢而有水進到。有水進到係礦物質嚟進到，所以講 NLV 嘅咖啡話，所謂係飲嘅奶吼，係輔導啲農民吼，輔導其他就用埋種嘅時間，揀奶啊全部熱奶容易發展出來，看飲奶裏都欠乜嘅東西，因為 NL 地方吼，青島嘅礦物質吼，種出來嘅咖啡會比地方風味較好。哇，古嫂，你看真見。規身都係寶，按用這樣種的出來吼，也按好嘅蔬菜種出按好嘅咖啡，全部就會拿來利用。古時接下來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嗌咩名食糖糕嘅，很多咖啡葉茶吼，根本呢個福氣便利店就會來唱沙莊同大家來分享呀，就沒有出生一個很多咖啡葉茶，所以佢係咖啡也係茶。好，家講到河巴同埋，河巴希望講冇標農藥，所以講做留咧幾條河巴幾條山，變到較友善嘅環境，做東西乜嘅都做哪裡？全部就做嚟食。唔像咖啡汁，你喺到台灣永遠做咖啡汁嘅茶，唔過佢採個嫩汁來做，唔過條咖啡係做很多像佢茜草科像喬木一樣。那有按到嫩汁好做，所以講那邊做嘅是人係肉汁，啊全部拿來做，啊真神奇講，做嘅咖啡汁，個咖啡汁真香哦，唔像什麼，你知道嘛？佢唔可以按醬，像麥茶的味道，佢真甜，佢甜，所以佢底度當到葉鹽酸，葉鹽酸有芒果乾，你全部都會抗氧化。然後做細胞修復。要喝了，夠30歲嘅，聽說我讀書掉嘅。嗰時候佢係用槍做茶嘅方式。你係做嘅吼，原來佢哋傳統大家係用咖啡汁嚟做，是做像做紅茶，佢做嫩汁，一條樹冇叫做嫩汁。你哋做嘅方法其實佢係用烏龍茶嘅做法。烏龍茶做法係是歸當年咖啡樹一燒。而修剪的時間還是到農民熟轉了，好熟轉了還是
像该沙奇的弄人家，莫是像附近的弱势团体哈，给他按天杂了咖啡啦。要不要动态皮？动态皮哦，茶米无共用呢。有的像拔种嘛，按太杂哦。对啊，要按太皮嘅，要不要做得用乌龙茶嘅方式来做。像熬出来，你看你要拿熬上嘛，你熬其实会弹到这一个。冻喷呢。活性进巧。对啊。古早按用嘅要不要做得，我拿来做茶嘅方式，跟唔就会爱脱茶嘅的。係啊，我用啊，將係做茶吼，其中烏龍茶按做，你從做日光萎凋，好室內萎凋，好去浪青。哦。係浪青嗰隻還有殺青，殺青其實唔可以揉嘅臭味。澀嘅米絲啊。係，嗰就是唔可以揉，然後再過去弄變鬼台。就是真的要再去脱茶，脱到鬼台。真的，佢要懂難吞呢，要按盤呢。你先冇脱到，啲師傅都講。今年來吼，一件工廠一件做就千件，而家係做200件都做唔得。做茶師傅講，唔出世咖啡中，我嘅係咪做茶？我睇下都對呢個咖啡咧吼，有千個嘅期待。真嘅，濃好食。凍奶嘛該？凍奶蟲，你在泡青豆白，你泡差不多500、600都含有米絲。哦，真嘅，而且嗰個色木有一些金黃，真的有一些像烏龍茶嘅色木哦。要不然你要發通沒做得色嚟到，對不對？做得，你現在搶太假來說。哦，糖公司茶嘅時間，佢還有擺個茶席，是不是？係。嗯。然後，你白，你想講老兩咖比較好。好好介紹本太家，因為你咖啡汁加很吃色的時，其實你吃到你有種顯性的咖啡因，顯性咖啡因你吃到的時會，有啲精神會很集中。哦，真的？有個亮麗的。所以講，你泡茶吼，你現場有茶席，我要泡，我要請師傅泡本身，嗰時佢會讓人感受，讓講，本第講，你泡茶，你是你杯茶嘅時間，佢本人生理、心理會有乜嘅感覺？唔單唱係色茶，是一種藝術跟文化的體驗。抽到幾片糖豆潺潺流水的聲音，韓國喺底下這個東江嘅糯米橋順風，抽等按用色一杯咖啡茶嘅感覺。古早也禮拜日大家聽錯，我來好好參加哦。嘅思考唔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對呀咖啡入茶，自家你喺後生人應該咩同好食咖啡，跟你自家有食過呀咖啡入茶冇？有啊。你自家咁講用咧？其實我哋咧咖啡入茶，你哋做對講冇？對。我哋咖啡入茶，我知道當厲害嘅地方係我哋咖啡入茶有，你係有5種無共用嘅米絲。5種。錯。講一下，我冇識出5種，糟糕，哪5種？從你頭前是都有一點麥味嘛。對。所以其實咖啡葉茶撈咖啡共用，佢有不同嘅配度。哦。配嘅方式冇共用。錯，所以你較強是強茶。哦。你較純是可能像烏龍茶。對。像紅茶。所以該咖啡節來時節。我哋咩本觀眾朋友去看啊，無共用嘅配度。哦，所以真的是一個深度的體驗呢。有關咖啡嘅程度聽啊，就到2禮拜日就分享大家去參加。唔過係講來唔切去參加嘅人啊，有辦法做得用辦認識人哋嘅咖啡，做得雙面情冇？雙面情未到冇？你哋吼，我老沙佢要結合吼，佢要開一間。你見嗰咖啡店，水岸馬武都哈，水岸馬武都，是都喺毛埔度嘅路口。哦，你我買阿做得，上面了幾種天啊，佢咪送本。冇做得前面度做錯嘅。唔過係分享大家啦，係做得去咖啡嘅話，做得去咖啡。因為撒下來啊，毛埔度味道中亞咖啡，我希望我有含卡，比如講比較先進的設備啊，比較先進的技術啦，就係希望做得本亞毛埔度嘅咖啡，本含卡度嘅人哋，韓國中嘅品質含卡度錯冇？係啊，像去年吼，留清華大學新法大學吼，嚟合作，佢哋兩位。做辦一個智慧農業黑客松，好，人家就來與學校幾度合作講，組織全世界第一個 AI 人工智慧發酵桶。
先进的感觉，是为了要控制其发酵的长度嘛，对不对？因为按加讲咖啡吼，按风风的过了嘛，其實係甜的。所以如果咖啡的風味吼，其實係講按透過了發酵嘅過程，佢轉翻過來，那就酸又香，一就全部係個發酵嘅過程佢都轉翻啦。佢你人味覺不如死角，不過迄種天子的吼，按啲講那種，唔知用天子的叫要涼啊，要涼，因為你要冷到天都唔會冷到啊。就會天子技術咧，在天子技術去來偵測它的味道，去平均化家嘅味系。古時候呀，其實係冇人吃過誒，算是正在實驗當中，對不對？希望漢白做得推廣嘅行較好，不然毛葡萄嘅咖啡嘅品質做得行較好哦。古時候今日非常神夢沙造，咩神夢試看來到節目當中分享，謝謝。神夢分享大家來。好，我們錯分享大家好呀，禮拜日做得去毛葡萄去咖啡節來了哦。神夢大家嘅時間休息一下，等下聽聽欣賞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